邊個會諗到華語影壇無人敢不敬嘅大哥洪金寶，唔單止有兩道封帝嘅風光，更有一段荒唐到離譜嘅豪賭。過往拍戲現場擺雙顯示器，一邊賭戲一邊釘賽馬，打高爾夫動輒百萬下注，輸急咗可以將麻將扔入廁所，球具沉入湖入面。近期呢位輪椅代步嘅影壇前輩狀態回春，本係喜事，但係被後輩黃又南一段採訪牽出塵封舊料，令呢位見證港片黃金時代嘅大佬再度陷入輿論漩渦，亦令大眾睇清楚銀幕上嘅功夫霸主，戲外亦曾經係被賭癮裹挾嘅瘋子。作為香港影壇極具份量嘅大哥級人物，洪金寶喺華語動作電影史上嘅地位幾乎無可替代。由七小福時期嶄露頭角，到後來自成一派開創洪家班，佢唔單止用一身真功夫奠定咗港產動作片嘅風格基調，更兩度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用紮實嘅演技同極具辨識度嘅觀眾心中無可磨滅嘅形象，成為幾代觀眾心中不可磨滅嘅銀幕形象。喺數十年嘅從影生涯入面，佢身兼演員、導演、動作指導、監製多重身份，一手提攜並捧紅咗眾多功夫打星。無論係成家班、洪家班之間嘅良性競爭，定係對後輩演員嘅悉心點撥，都令香港動作電影喺黃金年代呈現出百花齊放嘅盛景，為華語影壇留下咗葉問系列、飛貴列車等、富貴列車等難以複製嘅經典作品系列、殺破狼。然而，隨住年紀漸長，早年高強度拍打戲留下嘅滿身舊傷逐漸顯現。洪金寶近年大多時候需要依靠輪椅代步，出行同日常活動都多有不便。不過近期佢公開露面時，整體狀態明顯回暖，精神氣息都比以往好咗唔少。就喺外界關注佢身體恢復情況嘅同時，一段關於佢早年沉迷賭博嘅往事被重新翻出，再度將呢位影論大哥嘅中心推上。近日，香港藝人黃又南喺接受媒體採訪時，主動爆出一段圈內舊聞，揭秘咗洪金寶唔為人知嘅一面，亦令大眾睇到呢位銀幕上威風凜凜嘅功夫大哥喺現實生活中曾經有過難以自控嘅沉迷時刻。據黃又南回憶，當年參與拍攝葉問系列影片時，洪金寶擔任影片嘅動作指導，喺片場唔單止對動作場面要求嚴苛，對年輕演員亦十分關照。喺拍攝間隙，特意係佢談心交流，唔單止以過來人嘅身份俾佢鼓勵同指導，更十分鄭重淡告誡佢，千萬唔好學自己當年爛賭，言語間滿係真誠同懇切。黃又南提到，洪金寶當時坦言，佢哋呢啲靠拍戲打拼嘅人都係辛苦命，每一分錢都係用汗水甚至傷痛換嚟㗎，一路摸爬滾打走到今日，十分唔易。佢好擔心年輕後輩將辛苦拍戲賺嚟嘅血汗錢肆意揮霍喺賭博呢種無底洞上，最後落得一場空。為咗令黃又南呢類後輩真正引以為戒，洪金寶冇刻意遮掩自己嘅過往，反而主動自曝早年賭癮極重，幾乎到咗難以自拔嘅地步。戲入面係沉穩霸氣嘅功夫高手，戲外卻曾經深陷賭局無法自控，堪稱戲裏戲外兩重天。更令外界感到意外嘅係，洪金寶當年沉迷賭博嘅程度遠超大眾想象，甚至到咗工作同賭博兩不誤嘅地步。據佢自己向黃又南透露嘅細節，曾經喺拍戲現場同時擺放兩台顯示器，一台時刻盯住拍攝畫面，把控片場進度同鏡頭效果；另一台則實時播放賽馬賽事，一邊指導動作拍攝，一邊緊盯賭馬局勢。工作同賭馬幾乎同時進行，絲毫冇耽誤。除此之外，佢喺打高爾夫球時，亦經常參與大額賭博，動輒就以50萬、100萬嘅金額下注。手筆之大令人咋舌，就算喺娛樂圈收入唔菲嘅環境下，淡樣嘅豪賭行為亦足以稱得上瘋狂。唔少網友結合時間線同拍攝細節推測，洪金寶呢段邊拍戲邊睇賽馬嘅經歷，好有可能發生喺佢身兼導演、主演同動作指導嘅電影《龍嘅心》拍攝期間。呢部作品亦係佢職業生涯中極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而當時正值佢事業巔峰、行事張揚，亦更容易喺名利場中陷入各類消遣同誘惑。
除咗出手闊綽嘅豪賭，洪金寶嘅賭品亦十分真實直接。性格本就急躁剛烈嘅佢，喺賭局上輸咗之後，從來唔內耗，而係直接對自己發火，情緒嚟得十分猛烈。佢曾經自曝，過年期間同屋企人一齊打麻將娛樂時，若果長時間胡唔到牌，心入面嘅火氣就壓唔住，甚至氣得直接將成副麻將扔入廁所，絲毫唔顧及場合同屋企人嘅感受。而喺打高爾夫球參與賭球輸咗之後，更係會當場爆發，直接將成袋球具扔入湖入面，發洩心中嘅不滿。淡養直率，甚至有啲衝動嘅性情，既展現出佢江湖大哥般嘅剛烈，亦從側面反映出當年佢對賭博嘅沉迷之心已經影響到咗日常情緒同行為。就算喺親友相處嘅輕鬆場合，都會因為賭局輸贏而失控。呢啲真實又略帶瘋狂嘅往事，令大眾睇到咗洪金寶唔為人知嘅輕狂一面，亦打破咗佢喺銀幕上塑造嘅沉穩形象。不過，亦正正係呢份唔加掩飾嘅真實，令唔少網友喺熱議之餘，亦覺得佢敢作敢當，並唔刻意美化自己嘅過去。呢段往事曝光之後，迅速喺網絡上引發廣泛討論。唔少網友調侃洪金寶真實唔做作，就算有過荒唐過往，都敢於喺後輩面前坦誠自省。比起好多刻意營造完美人設嘅藝人要真實得多，亦有唔少網友感慨呢位影壇大哥風光無限嘅背後，同樣有過迷失同輕狂，沉迷賭博嘅歲月唔單止消耗錢財，亦險啲令自己嘅人生偏離正軌。好在佢最終及時醒悟，冇喺呢條路上越走越遠。與此同時，洪金寶近期嘅身體狀態亦成為外界關注嘅焦點。此前佢多次被拍到出行需要輪椅，身形亦略顯消瘦憔悴。而近期公開露面嘅視頻中，佢面色紅潤，精神飽滿，狀態明顯回春。甚至有一段視頻畫面入面，佢短暫脫離輪椅，獨自站立。呢一幕令唔少關心佢嘅粉絲感到欣慰，但亦引發咗外界嘅諸多猜測。甚至有唔實傳言稱佢係借助咗特殊嘅科技手段先實現狀態回春，一時間各種講法層出不窮。面對外界對父親身體狀況嘅過度猜測同不實傳言，兒子洪天明公開出面澄清，內心解釋咗洪金寶晚年行動唔方便嘅真正原因。洪天明表示，父親洪金寶一生投身動作電影，年輕時為咗呈現精彩嘅打戲，幾乎唔使替身，高強度嘅拍攝同頻繁嘅跌打損傷，令佢全身留低咗數唔清嘅舊傷。骨骼同關節都有唔同程度嘅損傷，再加上身形體重較大，膝蓋部位長期承受巨大壓力。隨住年紀增長，關節磨損同舊傷復發越發嚴重，呢個先會導致晚年行動唔方便。而近期視頻中，洪金寶唔坐輪椅，短暫站立嘅畫面，只係為咗拍攝出鏡效果更好。短暫支撐起身，並唔代表身體已經完全康復。舊傷帶嚟嘅行動困擾依然存在。佢亦希望外界能夠理性看待，唔使過度猜測或者傳播唔實資訊，多關注父親嘅作品同對影壇嘅貢獻即可。從叱咤影壇嘅功夫大哥，到曾經深陷賭癮難以自拔，再到如今褪去鋒芒安心休養，洪金寶嘅人生經歷堪稱跌宕起伏，充滿咗江湖氣息同人生喜樂。佢見證咗香港動作電影由崛起到鼎盛嘅全過程，用一身功夫同滿腔熱忱撐起咗港片嘅黃金時代，亦喺人生路上有過迷失同過錯，但係能夠喺晚年坦然面對過往，用自己嘅親身經歷勸誡年輕後輩遠離賭博，珍惜來之不易嘅事業同生活。淡養一段格外真實嘅圈內往事，冇刻意嘅包裝同美化，既展現咗一代影壇大哥嘅江湖性情，亦道出咗名利場中容易陷入嘅誘惑同陷阱。而洪金寶敢於直面過往、坦誠自省嘅態度，亦令大眾喺熱議之餘多咗幾分理解同感慨。如今嘅佢雖然行動唔方便，但依然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內關注影壇發展，安享晚年生活。曾經嘅輕狂同風光都已經化作歲月沉澱，留俾觀眾嘅依然係嗰啲唔可以複製嘅經典銀幕形象，以及一位電影人對動作片事業嘅赤誠同堅守。